尽人事，听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，源自古代儒家思想。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从2个方面来理解，一是强调人应该努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，二是接受那些超出自己掌控范围的事情，顺其自然。尽人事，尽人事指的是人应该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一部分强调了主观努力的重要性，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故事背后，往往都有着无数的艰辛努力和准备。比如，古代的士人努力读书，考取功名，现代的企业家则努力经营管理，推动创新。这些努力和付出是成功的基础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种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值得的。尽人事同样涵盖了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应该持续奋斗的精神。面对问题，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积极寻求解决方案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现状，更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。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，依然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行动，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成功的机会。听天命，而听天命则是一种放下执着，接受现实的心态。这部分反映了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尊重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有些事情始终超出我们的掌控范围。例如，天气的变化、他人的行为、自然灾害等等，这些因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。接受这些无法控制的现实，不仅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解脱。听天命不意味着消极等待，而是要学会在努力过后，对结果持开放的心态。它告诉我们，不必对每一个结果都过于焦虑和强求。人生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我们只能做好自己能做的部分，对其他部分则保持谦逊和顺其自然的态度。两者的关系，尽人事和听天命之间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的。尽人事代表了我们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，听天命则是对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包容和接受。在实践中，这两者应该是并行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做每一件事情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努力更有意义。这种态度不仅仅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，也能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感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却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时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适应，这样才能保持心态的平和，避免过度的压力和焦虑。现代社会的应用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尽人事，听天命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在职场中，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，但同时也要接受职场中的变数，比如市场的变化、竞争的激烈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努力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，但也要接受生活中不可预见的挑战和变故。总之，尽人事，听天命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智慧，
他提醒我们在努力奋斗的同时，也要学会放下对结果的过分执着。这种平衡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从而实现更加充实和满足的人生。